报无？要无吗？要无吗？报来，补充知识，就你来。嘿哟，大家好，我是台南妹仔阿优。今仔日咱要来讲一寡台语内底真侪人抢在无袂清楚的所在哦。阁有一寡语法，也是讲观念的提醒安尼。正前我有伫我的 Instagram 开放大家来问问题，咱今仔日就来拣几个上侪人问的问题来分享，互大家参考看卖啦。普通时我定定会伫我的 Instagram 即个限时动态的所在，甲大家有互动。你若是还未 follow 我的口罩，请你赶紧来哦大家敢有发现，咱这集影片的封面图内底即个标题的字形足古锥的，这是 Just Font 即个公司上新出产的字形，号做柑仔笔。若有迄种台味，上重要的是伊会当支援台文甲客语的汉字。若有用台文字形需求的朋友你一定爱去参考一下啦。好，安尼咱就先为上侪人问的问题开始。第一题是阮甲咱的差别，真正问咱了啦华语的代名词系统内底，我们即个第一人称复数无像台语有进一步做即个功能的区别，分做阮甲咱。到底是当时爱用阮，当时爱用咱呢？是毋是定定有迄个无确定的时阵对无？咱直接来举例看卖哦。阮要去佚佗，你敢要做伙来？即句阮要去佚佗，问你敢要做伙来，表示讲用阮的时阵，无包括咧听话即个对象阮要去甲你邀请，看你要做伙去无就对啊。所以讲你无算伫阮内底安尼。另外一句你是地球人，我嘛是地球人，咱拢是地球人。即个意思就是讲你是，我嘛是，咱拢是就是讲有包括咧讲话的对象就对啊。佮讲一摆阮是无包括咧听话的人，咱就是甲咧听的人有算一摆安尼啦。平常时若有咧讲台语的朋友，应该用即个语感就会当判断啊。毋过当咧学台语的朋友嘛无要紧，加讲几摆应该就会愈来愈熟啊。阮阁有两种意思一种是咧做第一人称的单数，我的即个意思，像讲伫厝里的时阵，你倒伫碰椅顶悬安尼，纳凉看电视，倒甲好势好势。雄雄阿妈伊就来甲你讲紧去洗身躯啦，好无？这个时阵你可能会真唔甘愿嘛，就甲伊应讲阮无爱啦。这个时阵的阮其实就是咧讲我的意思。有时阵阁有一种塞奶的开口伫内底，另外阁一种意思就是我的，像讲阮兜我们家嘛。阮爸爸、阮妈妈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安尼拢是咱口语定定会讲到的词，对无？其实嘛会当利用这种接讲到的词来帮助家己的记忆哦。因为咱会讲到讲阮妈妈安怎的时阵，通常是咧甲外人讲话嘛。因为咱若是甲家己厝内人讲的时阵，就直接讲妈妈安怎就好啊。所以讲就会使记讲阮妈妈、阮兜无包括你。所以讲用阮的时阵，无包括咧听话的人，安尼敢有较好记啊？有下骹我有传几个题目，咱来试看卖，你敢会晓第一题，等你放假，啥物做伙去佚佗好无？是阮还是咱呢？因为咱咧讲等你放假嘛，所以一定是有包括咧对话的人，咱做伙去佚佗好无？所以答案就是咱。第二题。伊今仔日心情歹，啥物人莫去甲伊搅搅啦？因为咱咧甲对话的人讲，迄个人今仔日心情歹，所以讲咱莫去甲伊搅搅，就是有包括对话的人，所以是咱安尼。第三题头家甲人客讲，真歹势啦，今仔日啥物人无对我开放呢？因为伊是甲人客讲嘛，所以是。无包括人客，就是阮阮无对我开放呢，安尼。第四题，多谢大家收看，啥物人后摆再会。因为头前讲多谢大家收看嘛，所以后摆再会的人是啥物人？有包括对话的人，所以是咱后摆再会，安尼。搁来第五题多谢你的支持，
啥物人会继续拍拼？会要继续拍拼的人是啥物人？无包括你嘛，你是甲阮支持的人嘛，所以是阮会继续拍拼，安尼吼。落尾听讲吼，伊互头家骂啦，啥物人敢要去甲伊关心一下？因为有一个人去互头家骂嘛，所以我是咧招对话咧听话的人，敢要去甲伊关心一下，所以是咱敢要去甲伊关心一下，安尼。好，以上的题目应该练习了会到愈来愈知影要安怎分辨，当时用阮，当时用咱啊，对无？上好的练习就是加讲吼，你就会愈来愈敖啊啦。第二题，咱要来讲台语的疑问句，因为受到华语影响嘛，咱常常听到有人用妈这个语尾的疑问助词来表示疑问。我家己啊，有时阵嘛会无说是用影响来讲唔对去。啊，台语到底敢有妈这种用法？我有参考刘成贤老师吼，伊有出一本册叫做《语言学家破解台语》，啊，伊内底就讲吼，早期的出版的一寡语法册内底啊，有收袂少伫一句话上尾的所在用嘛的这个用法。通常吼，这种用法是用来反问啦，华语讲反诘吼，像讲我就讲会了钱嘛，你是要包转去厝食嘛？这个例句就有早就甲你讲啊，吼，也是讲搁确定一摆，安尼敢对的意思。甲华语的嘛，吼，这个中性的疑问词，其实迄用法吼嘛无同啦。啊话搁讲倒转来，台语其实有家己表达疑问的几种用法，譬如讲吼，好用的这个疑问词，敢有、敢是、敢袂、敢好、敢安尼，吼，要问问题的时阵吼，就会当用这个词啊。下骹咱同款吼来举例一个，敢有吼就讲你敢有满意？啊，这句嘛会当用安尼问，你有满意无？搁来，敢是你敢是咧骗我？这句嘛会使安尼问哦，你咧骗我吼？你咧骗我呢？这个吼甲你吼嘛，拢是台语常用的疑问词，尤其这个你应该嘛算是咱台南人讲话的特色啦，像讲啊你是无食饱呢，啊你是巴肚枵呢，就是后壁会当讲一个你来做疑问词安尼。搁有一种问法是，你咧骗我，对无？是无？是毋？刷落来吼，敢袂？像讲你敢要啉凉的，吼嘛会使讲啊你要啉凉的无？吼，也是讲你敢要食？你要食无？吼，敢要安怎安怎？甲要安怎无？两种问法吼拢会使。刷落来，敢好？你陪我去敢好？也是讲你陪我去好无？以上的这个举例吼，希望有互大家对台语的疑问词搁较有概念啊。以后吼，咱就毋免干那知影用华语的嘛来斗伫台语的疑问句后壁，会记你敢甲无吼，也是吼你拢真好用哦。第三题，咱来讲加甲甲吼，这三字的差别哦。真侪人咧问讲这三字吼，因的发音足相像的，啊，毋过迄汉字吼，甲意思拢无共款。啊，咱即马就来解说一下。头先来讲加吼，哥啊加第7条，伊是一个介系词，有几种意思吼，像讲茶吼，咱会讲你甲我较细字的，你给我小心一点，安尼的意思。有即个加强语气的用途啦，搁有跟像的意思。我甲你讲。你唔通甲别人讲哦，我跟你讲，你不要跟别人讲，就是跟这个意思嘛。啊，这嘛是吼台语足接听到的一个搬喙语吼绕口令。我甲你讲，你唔通甲别人讲，你若甲别人讲，唔通甲别人讲。我甲你讲，你唔通甲别人讲。拍破啊，多谢。这句的意思大家应该听有啦吼，我就无搁解说啊，想要电尔啦安尼吼。过来是教育部的书典内底啊，有收帮忙吼，帮忙这个意思哦。例句是讲吼，甲伊斗做啊，我感觉吼，若是讲要有帮忙的这个意思，后壁一定爱接一个斗安怎吼，安尼这个帮忙的意思才会完整啦吼。上尾一种是拔跟将吼，像讲甲衫啊洗洗咧吼，把衣服洗一洗。甲伊放袂记，把它忘了吼，所以讲加这2字吼，本身就有几啊种意思啊。
啊，第二个要来讲的这个字是哥嘎，哥嘎吼，第四条这个嘎，伊本底是教。可能是因为长久以来咱讲话的这个习惯的变化，音变转为教读做教，像讲原本是念做书教烫裤，结果愈念愈紧变做书教烫裤，书教烫裤安尼，书教足惨的意思啦。这个教通常会放伫动词的后壁，用来形容这个结果，也是讲程度。像讲走敢若飞，气甲昏倒，就是会当用来形容动词安尼。细汉的时阵伫学校咧学华语啊，有一种问题，大家一定有写过，就是讲爱分辨的甲得这两字，当时爱用的，当时爱写得，对无？我迄个时阵啊，就是拢用台语来读看卖，就会当知影答案啊。譬如讲讲很好是的，也是得。你若是用台语来读讲甲足好的，就会当知影讲爱写得。若是答案要写的的这个题目通常若是用台语念拢是A所有格。刷落来第三字，咱会当读做是哥甲，也是讲哥甲，有合喙的，无合喙的拢有人讲，伊是一个连接词，表示和、及、与、跟这种意思。譬如讲，甲人相拍和人家打架啦，我甲你去我跟你去，这个词足常用的。像我若要写文章要甲大家分享啥物代志，就是用这个甲安尼。这三字大家敢有摸清楚啊？经过解说应该就较有概念啊对无？袂过安尼雾煞煞啦以上这三题问题，就是咱这集要甲大家分享的一寡台语观念。我定看到有人咧留话讲，平常时我台语就讲就会晓讲，哪会看你讲这种文化啦，是讲啥物基础的概念，这个物件，颠倒感觉讲台语哪会安尼足复杂足困难呢？足多嘛，地你先想一下咱会感觉华语足简单，是因为咱自细汉到大汉，开偌济时间伫学校咧学华语呢，对无？就是因为咱无学过。所以无学过代志，当然嘛无了解，就会感觉足困难的对无？较早因为咱台语互禁止咱袂当讲母语，所以当然无可能伫学校学台语。好佳在，即马现代时代有咧进步啦咱会当透过网络顶悬阁有足济教学的资源来了解咱的母语，咱做伙教母语讲倒转来，继续传承落去大家讲安尼好唔好？好。经过我的解说，应该你感觉足复杂的代志，嘛无真正有影遮尔复杂啦学母语长时行希望今仔日我整理这集的节目对你有帮助。若是感觉有路用，看了有进步请你分享给你的朋友看。嘛欢迎留话甲我鼓励若是有其他台语相关的疑问，也是讲定迄个语袂清楚的部分拢欢迎你伫下骹留话，有机会咱再过来甲大家分享宝宝台这集就先讲到这，你的支持是我拍片的动力，所以请你试赞、分享，阁有订我的频道，会记得甲你的铃仔拍开。你若想要岛内试下骹有一个超级感谢，安尼就会使搁讲一摆，欢迎你来我的卖酱野台南妹仔，甲你讲台语，会当伫遐找我就对啊。好，下课 party 的时间到，安尼咱后摆再会，拜拜。